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由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2025 ESG 高峰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2馆盛大登场。活动聚焦3大亮点，有线电视龙头中嘉集团也积极参与，向大众呈现中嘉在推动低碳永续、深化 ESG 的努力。在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王怡欣与中嘉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及多位全球重量级组织 CEO 共同启动下，2025 ESG 高峰会盛大登场。为期3天的活动，共有42场论坛，涵盖政策、产业、学界与 NGO 的多元观点，主题包含永续揭露实战案例、气候风险、ESG 投资与永续金融等，希望促进国际与在地的深度交流。我们把等于说国家的政策啊，那国际的永续的相关的准则，还有这些评价、数位报道这些国际的标准，然后呢把它跟这个实际行动做结合啊。所以我们这次全部大概主要论坛有42场论坛在这3天。现场还规划有2大展演区，分别是循环经济与科技创新，邀请产官学界等行动实践者展现永续成果。我们邀集的台湾的这个产官学界啊，各界的这个永续行动的实践者，把它的成果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在研讨会的设计上，我们都是设计这个每2个研讨之间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去走走。中午还有80分钟参加他们的展演。活动亮点还有以创新结合时尚的走秀展演，将永续融入美学与生活。另外，高峰会也首度举办会计黑客松竞赛，希望结合实务与青年创意，让年轻人的想法有机会变成成熟的产业模式。那这次的这个黑客松，我们就是要把永续跟行动结合，所以我们2大主轴，一个是地方创生，另外一个是企业创新啊，永续创新。因为没有这个夕阳的产业啊，那只有夕阳的产品。我们要解决夕阳的产品，就是要不断的创新啊。那创新一定要跟地方做结合，那才能永续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把这个好的概念呢，借着年轻人的想法，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啊的建议，然后给企业去参考。有线电视龙头中嘉集团也积极参与这一场 ESG 盛会。除了协助论坛直播外，更结合数位永续和绿色增值双轴线，善用数位科技降低能耗，并将永续责任融入企业核心。中嘉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强调 ，ESG 议题已经不只是一项口号，更需要具体落实。中嘉除了长期关注地方社区文化及运用优质节目制播能力，传递在地故事价值，并透过互动网站及活动履行媒体识读教育等社会责任外，更透过全面转型低碳高速光纤，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达成能源转型目标。同时携手地方政府及技术伙伴，共同布局高效智慧城市，希望与大家一起实践永续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需要帮助的很多事情 ，OK， 至少说我们可以做的要先做好。公司内部的管理，对社会责任的负责，对社会责任负责，就像譬如说媒体识读。像这个公益的事情啊，我们都要加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重要的事情做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讲到科技，刚刚这位Nokia 的朋友啊 ，OK， 我们中嘉下几年就有60亿的光纤的计划，OK， 那光纤呢，至少说它的环保、它的 ESG、它省电啊，它的科技是好的 ，OK。所以我们在点点滴滴，在科技，在一些 soft issue， 我们都会加强这些事情。快研会董事长王怡欣强调，这次高峰会内容非常扎实，不仅提供跨界对话与学习平台，更强调 ESG 融合性、包容性与价值供应链，从政策到市场，从设计到实践，为台湾永续转型开启新契机，也让世界看见永续台湾。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在这一场 ESG 高峰会，特别举办了一场理财与健康研讨会，由中嘉集团副董事长费鸿泰担任主持人，邀集金融与医学专家畅谈如何从永续投资的角度做好财富管理与维护健康，为人生开创永续的未来。在中嘉集团副董事长费鸿泰主持下，第一银行副总甘美珠、台北医学院董事李飞鹏及万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陈杰峰，分别从金融与医学专业分享如何从 ESG 出发，做好理财与健康。这是由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2025 ESG 高峰会研讨会现场。费鸿泰表示，今年开始，上市柜公司就要提出永续报告书，因此期盼一连3天的高峰会成为国际永续组织与在地企业交流的平台。会研基金会是隶属由这个金管会它的周边单位制定所有上市柜公司的相关的法规。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开始ESG 要上市上柜必须得缴永续的报告书。借由这个机会我们看看过去，看看现在，再想想人类的未来是什么。这次2025 ESG 高峰会主要由中嘉集团负责网络直播、新闻制作及影像处理等。费鸿泰也期许，在中嘉专业团队努力下，能让更多人了解、认识 ESG 的重要性。我们中嘉的团队这个都非常的年轻，非常的认真在各方面的技术也都非常好，让这个论坛借由中嘉的这个影像的处理变得这个更精彩变得更丰富非常感谢我们中嘉的团队，也希望我们中嘉这次能够在ESG 2025高峰会能够让我们中嘉发光发亮。费鸿泰表示 ，ESG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而地球只有一个，因此希望将 ESG 概念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用环保、公益、永续来爱地球。ESG 就活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举例你少丢一张纸，也许我们就可以这个让污染少一点。我们的每天大家全球喝咖啡的人一天要浪费好几亿个杯子，如果大家都用自己带的杯子，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少砍点树？这是它的特展其中之一，用咖啡的残渣做成咖啡渣，然后再制作成各种像体育各种的修饰的休闲的服装等等这也就是一个特质我想地球只有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地不该下雨的下雨了要下雨的反而不下雨，然后到处森林火灾等等，这就是气球的暖化。我们要推广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我们在 S 的部分也要把社会的公益做好，从自己做好，从家庭、从公司乃至于整个社会我们把 S 的部分这个中国人讲一句话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种爱的心，把这服务的心带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费鸿泰强调，企业推动 ESG 不只关注环境层面的碳排问题，更要全面检视社会与治理的影响力，而员工健康与安全正逐渐成为企业永续治理的核心。中嘉集团会持续努力创造正面影响力，也呼吁社会大众善用现代制度及科技，将 ESG 精神融入生活当中，一起点亮永续未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新北市政府投入1700万元经费，推动三峡漫游三角泳、三峡好事在的市场改造计划。市长侯友宜在启用典礼上与摊商一一交流，强调民生需求是市府最重视的事情。来到市场内，新北市长侯友宜一一和摊商致意，老板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主动分享心声，也希望透过改造计划让市场有更好的经营环境。现在摊商真的都非常热情友善，更充满着人情味，这是咱市场的利啦。那市场的改造跟改建是我从上任以来的一个目标啦。那目前我们已经
有14座改造完成，那有9座在新建，那未来还有大概有7座又要改造，所以侯总算一算，大概会在任内21座改造，9座新改建的市场。那谢谢大家哈，谢谢乔立委各位哈。我感觉市场哈是咱用得到的所在，咱一定爱认真来做。我常说你用不到哈，你做了老半天了，人民不是没有感受，你根本用不到嘛。公务你用得到嘛，路你用得到嘛，电力桥你用得到嘛，市场你用得到，啊市场人遮济，你唔甲做较好。而且随着时代环境，咱的卫生也好，咱的这个安全也好，食品的安全就要顾到很好。所以很多的空调啦、环境的优化，这个钱是一定要花的啦。所以从我们小龙当市长处处长，我就甲讲啦，一定爱做。啊，像我常委当处长，我还是一棒接一棒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今天我们三峡的公有零售市场其实花的钱不多啦，讲真的，对我们来讲不多，1700万。我特别谢谢哈，南商业发展署的呢副司令哈这边来，这一次中央给我们支持很多，支持将近1000万啦，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给他们鼓鼓掌哈，谢谢。当然背后一定是我们有立委哈给我们支持啊哈，其实立委都来到沙冈啊哈。啊，这地方的代志就不能分你搞我，大家共同拍拼嘛。啊，所以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三峡公有市场今天举办漫游三角泳三峡好事在改造开幕记者会，吸引许多民众涌入排队拿好礼。侯友宜表示，市府投入约1700万元进行摊位的动线优化、照明改善与环境的美化，让传统市场不再只是采买的地点，而能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场域。总算从我们外面来看，是冉冉的一个传统艺术文化的象征。也谢谢明理老师来到沙冈。那这当中，不管是骑楼啊、内部的动线，我们就把它整个做一个改造。那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帮忙，尤其我还特别谢谢议员哈，咱在地不管是三峡、莺歌的哈、土城，咱的议员拢足够我关心的。伊这个市场不是跟咱三峡的议员啦，我相信民意应该感触很深啦哈。咱即摆伫这个所在，大家拢足关心的啦，哈，所以咱今仔日咱所有议员哦，几乎都来了哈，像清洁议员、嘉凯议员、洪基议员、李真议员、永昌议员拢来。你有没有看这几个市场？现在大家拢来，因为大家对市场的改造、改建，拢给他大力支持。所以未来嘛，要拜托你来考虑到沙冈啊。如果中央没有办法补助，没有关系哈，新北市自己拿钱出来了哈。这个我都是这样想的啦，我现在都是这样想啊。如果有中央想好，无我拢给你出啦。哦，无我拢给你出，我这我们讲话较大声嘞哈。现场超过20位立委、议员以及里长等地方民代都到场支持，一起走进市场，聆听摊商对改造计划的意见。三峡市场不仅提升硬体设施，还融入在地的文化特色，设置休憩区与导览的动线，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族群走进传统市场。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让传统市场不只是一个买菜的地方，而是结合文化、观光及休闲的多元空间。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拥有100年历史的台南西市场，俗名大市场，经过市府20年来的古迹修复和环境改造，西市场重新开幕喽！第一天就吸引了满满的人潮，成为台南新的打卡景点。2003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的台南西市场，俗称大菜市，经过20几年的修复和景观改造，政府总共投入1亿7000万。当各界都在关心摊商何时回归时，21号市府盛大举办剪彩仪式，正式宣布台南西市场重新开幕。请剪彩，台南西市场100年风华，荣景在。开幕以后的西市场不只保留传统的元素，也有第2、3代新形态的摊商传承。特别第一天人潮就爆满，加上很多都是年轻人，除了成为文化观光新的亮点，在地人更是满心期待。它没落了好一阵子，你觉得说好可惜哦，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漂亮的建筑物，对，让它荒废那么久，终于今天开幕了，
来了好多的人潮，我觉得它就像一道曙光。过去终究是比较古老的方式在经营，那现在是就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走，这样的感受是焕然一新啦，是这样。对。年轻人进来是觉得感觉还不错啦。为让更多人知道100年历史的西市场重新开市，市府特别邀请艺人徐凯熙，也是台南的女儿来帮忙宣传，同时和市长黄伟哲以及所有明代贵宾同台，推销市场内的特色美食，欢迎大家来感受传统市场的再生和延续。真的台南的观光产业让更多人来看见。我来的时候呢，刚好我今天忘了带袜子，我就想说，该不会这里就有吧？就真的有了一圈，马上找到袜子，所以这边真的是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台南。千呼万唤始出来，期待已久，我们西市场的重新 reopen， 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来了。我们要打造过去的西市场的面貌，过去西市场的历史，以及刚刚江老师所讲的这条线台江内海，大家都看得到。但现在的西市场是台南的门面，也是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市场。虽然这儿不再是以前贩卖鱼肉蔬果的地方，不过新的特色餐点和摊位善用历史的优势，要继续写下新的故事，也为下一个世代创造独一无二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记忆。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新达港观光鱼市，今年迈入第10年，在经济部补助下完成了市场改造工程，环境全面升级，打造市场崭新的入口意象。打造市场崭新入口意象，设置蓝色钢构框架，内部整合蓝白交错顶棚，这是新达港观光鱼市改造后全新风貌。而港边增设港口共识休憩区，不仅提升购物与休憩品质，也进一步强化观光吸引力。很清洁很整洁啦，那个看起来比较团一致啦。很好啊，就刚才讲的，第一个看起来就是整体看起来也干净，然后很明亮，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生意好的话，心情也很好，顾客来的话也不会觉得很热。这样比较整齐又比较漂亮，我觉得很宽敞，然后很干净，东西很便宜又很新鲜。就带小朋友来的话，就是他们很开心，很多试吃的这样。新达港观光鱼市以各式肥美海鲜、海味小吃闻名，百余摊新鲜渔产以及在地独特的渔村景致，是南台湾指标性的观光消费据点，并朝向兼具文化、观光与社区共融的复合式机能场所。我们这次借由合法10周年，然后由我们在地立委邱志伟立委在前年帮我们协助申请，然后向中央争取了1300万的经费，帮我们整体的场域，然后遮阳设施以及遮阳帆布都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还增设了一个入口意象，然后在港边，然后还建造了一个港口栏的共识区。新达港观光鱼市管委会指出，摊商们对市场焕然一新的面貌感到高兴，并以热情赞助方式回馈给老顾客与新朋友，大力响应这次10周年，并举办消费满百抽奖活动。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已经完成喽，全新的高雄车站与天棚也陆续亮相。但是铁路建设议题仍然持续受到关注，因为目前倾向用高价的方案，引发地方民众与里长的质疑。像咧坐流浪啊，怎位地下爬去到天顶呢？你本来位地下来到地面就已经足过分啦，你怎么位地下爬去到顶悬？
高雄左营到桥头铁路立体化的说明会上，民众们大声地表达意见，认为市区的铁轨下地过后，整个市容得到了全面升级，为何到了原高雄县区就选择比较便宜的高价方案？当地里长表示，已经县市合并多年，加上近年桥头楠梓迅速发展，更应该以长远的角度来做规划。看较远的啦，哦，莫讲你看讲啊，你高架甲地下的差价做台差一倍差两倍，当然你差一倍差两倍，有迄个建设性啊，安整就会开发会较完整啊。地下化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咱的科学园区咧开发啦，咱的第三期嘛咧开发，但是既然要做好啊，我希望讲做好更较好。你捷运伫遐就已经有够食到啦，你搁住捷运的边啊，搁搭起一条道，一地基路个边啊，你叫新塘国小的学生囡仔敢要搁读？何况大堂内底，所谓园区内底，伊的古迹是有够济。当然是要做捷运的时阵，你敢知伊调偌济树啊？伊调偌济100年的树啊，拢死了，死到无半场。铁路平交道常会分割区域，阻隔城市发展。今年随着台积电议题以及科技产业园区持续进驻，交通局严拟将铁路道口做移除。目前从经费考量，计划采用高价化的方案，因为地下化可能会多出3倍的费用。开3万块，空开9万块，拢会当买成的工过。阮新里阮桥头的土地。阮希望讲开3万会当好，但是阮若开10万，我会当更加更好。我的希望就是铁路地下化，这点希望咱大家重视一下。我们透过铁路立体化之后，可能考虑会在青埔站未来会新增车站，来方便民众进驻桥头区域，或是进到楠梓或是其他的地方里面来。所以透过立体化之后，我们可以让桥头的居民更便利、更安全。今年冈山区发展迅速，捷运红线也在去年延伸到该区市区。市议员方信渊也希望桥头与冈山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尤其白埔科技园区已经开始规划，建议相关铁路计划应该北延一些，才有助于整个北高雄的发展布局。希望讲进一步啦，会达到冈山啦，因为冈山即摆发展也是非常介重要。哦，伊高山区大地区吼，不是街头，街头和冈山的发展是大家是连结，哦。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若讲，当针对到街头遮较大条遮地区遮尔吼，会使讲对整体北高雄会使非常的发展非常较不利啊吼。今天谈的课题是立体化啦，那立体化就有2种措施跟2个方案哦。第一个是高价的方式，那另一个是地下化的方式。那以目前初步看起来的话，以成本的概念来看的话，地下化的成本大概是高价的3倍左右啦。那今天民众很多表达希望对于桥头整个市政的发展哦，希望以地下化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会把民众的意见综合起来之后，来跟交通部做一个报案的动作，来做后续的审查的一个依据。说明会上，民众参与公共议题，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交通局承诺将会完整收集地方意见，传达给中央反映。铁路建设关乎100年大计，如何兼顾经费与长远发展，将会是后续民众关注的焦点。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位在高雄左营的南门圆环，由于早期保护古迹的需要而设立，但由于开设的入口过多，动线杂乱，颇受诟病。如今传来好消息，因应左营大路人行环境改善工程，未来南门圆环将改为十字路口，方便民众用路。过去为了平衡城市开发以及古迹保留，道路画设多以围绕古建筑的圆环形式呈现，但在高雄左营的南门圆环却因路口众多及动线混乱，使得民众用路上苦不堪言。而这样的情况将有机会能够改变。这其实当初一开始是因为这个圆环它的多重的这个出入口，它总共有6个出入口，就是交通的动线上它是有一点小复杂。那当地的居民他们经常会听到好像有车主
质碰撞的声音，那就有跟我反映说，像这样子的状况能够怎么来改善？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朝向是简单的，就是做一些交通号志的调整，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好像这种现象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刚好在这个新台17线，它的末端是在启文路，那个刚好如果说这个路型它能够顺着这个新台17线，它的整个完整之后，然后它可以顺接到中华路，就预计今年的10月份会做一个动土的动作。左营南门圆环改善后，将成为一个大型的十字路口，方便民众更加直觉的方式用路。而城门部分将重新与旧城墙衔接，形成步道，其余空地则会另行增设汽车停车位，满足民众需求。左营大路它现在是那个双向的两个车道，那现在由于南圆环的切割，变成它的行车动线有6条道路是互相交织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工程改善之后，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正交的路口，就是一个十字路口。那这十字路口就可以减少这个交通的动线的复杂度。除了做了人行环境的改善，还有做那个路型的改善之后，我们也保留当地停车的需求。那现场它原本是只有16格的那个机车停车格，那我们也全数复旧16格的机车停车格，同时我们也新增了52格的汽车停车格位，那可以供邻近的居民来做使用。整项改善工程将于今年10月开始动工，最快将于明年底完成。不只疏解周围日渐庞大的车潮，也增加民众及行人的用路安全。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市政府集结基隆地区原住民族一起举办联合丰年祭，每个族群用独特的乐曲及舞蹈进行文化交流，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基隆原住民联合丰年祭登场，总头目带领各区的头目穿着传统服饰，大跳传统舞蹈，人潮越聚越多。不管年纪大小，大家手牵着手围成圈圈，越跳越起劲，在热闹乐舞中联系各部落之间的情感。因为我们自己部落本来就有自己的丰年祭，然后呢是在基隆这个北都市，他们就是各部落就是召集很多自己的青年的人，然后回来参加。因为我们一年只有这一次，然后其实也蛮感动，因为很多人，然后来自不同社区。基隆市政府举办原住民联合丰年祭，超过1000位族人轮番上台跳舞，分享部落独特的乐曲和舞蹈。副市长邱佩玲全程参与，还细数市政府持续为族人争取更多的福利政策，希望争取更多的福利。那当然，我们努力在编预算，同时可以确定的是，天幕会先做起来。那这是我们已经有做的。跟各位说，基隆，我们谢国良市长很希望打造一个有爱的城市。这有爱的城市是对所有的人，我们努力成为一家人。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感觉你们跟我们就是相同的。大家要记得，基隆市政府是大家永远的依靠，我们是永远你们的靠山。你们来这里，任何疑难杂症，透过头目们，透过我们的议作跟我们反映，我们一定改进，一定加强。活动安排迎宾舞蹈大会舞揭开序幕，随后各地区的原住民依序上台表演。基隆市议长童子伟、议员陈明健也到场共襄盛举。支持原民会大力的支持，会补助这个5000到6000万来盖一个天幕，让大家未来跳舞的时候可以不要晒这么大的太阳，然后大家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也在陈明健议员的这个努力的在议会争取，我们市政府也同意原住民会馆会获得5000万左右的经费来做一个修缮跟改造，让我们在原住民在办活动的相关的一些领域都可以变得更好。像我们原民广场的一个天幕的架设，我们跟中央也争取了补助款，跟我们市府的自筹款，我们的原民会馆明年市府也会编列5000万的这样的预算，来大力的这样的一个整修。我们希望把这个场地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北区原住民文化园区，也可以打亮我们基隆市这些的观光廊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谢谢大家，
对原住民文化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大力支持，尤其我们谢市长市府团队这边的这么支持原住民，还有议会，我们议长也在议会里面为原住民来发声。盛大的联合丰年祭活动，不只让各个原民族群有机会彼此交流，也把丰年祭欢乐气氛传递出去。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今年再度举办国际餐饮艺术挑战赛，即日起开放全球报名。这一届挑战赛结合了国际级的评审与台南米其林推荐主厨，将于10月14号到16号登场。延续去年台南400游市府观光旅游局与纽台国际厨艺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国际餐饮艺术挑战赛，今年将于10月14到16登场。希望透过竞赛提升台南美食文化，打造国际美食艺术舞台，也期盼未来能获得中央支持，推动台湾走向国际。武侠界最高的比赛是在华山论剑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行送所有的美食的一个怎样挑战，国际性的挑战就在台南，好不好？好。刚才我跟立委报告说，哎呀，我们应该请中央也来办理这样国际美食竞赛，就在台南，因为我们从去年。台南400已经办第一届，有10个国际的国家来参加。今年虽然6个，但是也不少啦。我们也期待了台南是一个美食文化之都。现在在这个挑战竞赛赛以后，再成为国际美食艺术的国都。我们所有各国的民族也来到我们台南来互相切磋厨技。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台拢知咱台南除了是美食之都，也是小吃最棒的地方。你看米其林、必比登都在我们台南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有更大的量能。我相信今年虽然我们没有米其林，但是我们明年一定有米其林。市府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表示，去年赛事受到热烈回响。今年则升级推出 TIFF 挑战赛，比赛类别更丰富，评审阵容也更具国际视野。在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竞赛委员会主席暨纽台国际厨艺交流协会会长都到场。报名参赛从即日起开放到9月28日，欢迎各界餐饮职人、烹饪好手踊跃参加。详细赛事资讯与报名简章可以到赛事官网查询。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桃园市在地3家有线电视台举办1日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今年以放手玩 TV 作为活动主题，规划3梯次的营队课程。面对镜头，未来打下基础。我是陈玉佳，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同事们在摄影棚内画上美美的妆，实际体验站主播台的感觉，大家都兴奋中带着紧张，直呼很有趣。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桃园市3家有线电视业者，举办1日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今年以放手玩 TV 作为活动主题，规划3梯次的营队课程。首场活动在8月30号活力登场，在有线电视团队手把手指导下，学习媒体禁用跟资讯传播新科技，引领学员体验有线电视的职涯生活。很开心，然后老师人也都很好，很好玩，但很紧张。很紧张，那你就是说，那实际上体验的时候就是整个在那种灯光整个被包围啊，然后玩这样子主播搞的这个部分，其实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想要体验看看当主播或者是小记者的感觉。那实际上体验之后呢？很满意。很满意怎么说？就是有如愿。有让我达成愿望，随着网络时代来临，跟 AI 科技进步，假讯息跟诈骗层出不穷，无所不在，也凸显出媒体识读观念的重要。因此，营队特别邀请南崁国中媒体识读教育讲师林宏明，教导最新的媒体识读观念，并用大量趣味对比照片进行图说，了解如何抽丝剥茧，吸收隐藏在背后的真实讯息。森林被破坏，我说故事只要1张照片，截这边折这边，我就可以说一个故事了。我跟你讲，老师每个人都会求证吗？不会嘛。这个先处理这个好不好？
此外，也针对公用频道推广规划出媒体识读大富翁游戏，以寓教于乐方式带领学员逐步认识公用频道，并同步分享面对假讯息该如何处理以及查证。透过趣味教学互动，同学们都说学到很多，知道该怎么判别真假讯息。媒体识读是你看到你的社群的东西、新闻资讯，你要去了解他写的东西到底是对不对还是不对。如果今天你看到一则新闻写说赖清德死掉了，哦，真的吗？死掉了，哇，赶快去跟你的朋友讲。但真的吗？他有死掉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则资讯的时候，要先去理解一下他到底在写什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你才可以去告诉你的朋友，对不对？就是尽量不要去相信那种假新闻。那你知道怎么查证吗？就是看他的问 AI， 或者是看他的作者，还有记者的人名字。你可以先确认他的时间点，然后他的记者或作者和他的关键字，你这样可以上 Google 去查询，你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那你有收过假讯息吗？没有，没有，还没有手机。有，不过只有跟爸爸妈妈有来。OK， 但是比较少，就比较不会被骗。仲家宽屏北建在地深耕超过20年，除了主动挖掘地方议题、找寻在地故事之外，也积极推广媒体识读。同学们以一日职涯体验来了解有线电视价值，重塑对于有线电视的认知。同学们录制的主播片段将在每天的新闻时段播出，让成果呈现在荧幕前。每年暑假，桃园市新闻处都会规划办理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有兴趣的同学明年可以再来。记者赖有一团报道。2025 ESG 高峰会中，有场环保时尚走秀展演，由10名模穿着咖啡纱与再生材质制成的时尚礼服走秀，结合环保与美学，让人惊艳。穿着由咖啡纱与再生材料所制成的永续礼服，10名模与育达学生联合演出的时尚走秀让人惊艳。这是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举办的2025 ESG 高峰会活动亮点之一。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王怡欣强调，永续不只是口号，更要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中落实。结合环保与美学的时尚走秀活动，就是环保永续的具体实践。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时尚走秀来走？因为衣也是食衣住行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永续很重视的是这个循环跟资源回收啊。那我们这次像我现在这件这个围巾及披肩啊，那这就是用咖啡渣。然后做成咖啡纱，然后再去整个做成这样子围巾，然后我们再去设计啊。那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能把它多注意点，然后呢又把这个美学把它落实。请各位掌声欢迎。And then we also have 与快研会董事长王怡欣、中嘉集团副董事长费鸿泰及来自全球永续倡议重要组织的讲者一起步入会场。台北市长蒋万安非常感谢快研会在台北市举办 ESG 高峰会，今年6月才成为亚洲唯一代表前往巴黎出席市长气候峰会。蒋万安也说明台北市在推动近零碳排与绿运输的成果。我们的重要的指标永续共荣希望首都会把永续放在最前面，是展现台北市我们推动永续的决心。所以刚谈到，包括台北市，我们是第一个有自己排放管理自治条例的城市，是率全国之先。第二，我们也是全国第一个发行永续债券，我们透过绿色金融来创造政府、民间、企业3赢的局面。第三，我们台北市目前全力推动绿运输，所以包括大家很喜爱的捷运，我们持续的布建，包括现在有6条捷运线正在兴建，捷运的南环、北环段、东环段，未来解决内湖交通的问题，以及万大线1期、2期。还有民生汐止线的规划，捷运6线齐发 2.0。第四个，我们也让交通最后一里路
共享单车 U-Bike 前30分钟免费。从前年我们推出以后，目前总共有1/4的使用者从原本骑车、开车转换使用 U-Bike， 这些都能够让我们达成减碳净零的目标。披着用咖啡沙所编织的围巾展现帅气。连续2天参加时尚走秀活动的蒋万也强调北市府对于再生材质与循环经济的重视。我们也一直在倡议，透过再生材质、环保材质，用在我们的服装啊，或者我们在日常的用品啊等等，我们也都致力的在推动。除了名模与学生穿着用再生材质制作充满设计感的服饰自信走秀，这场时尚晚会还加入了国乐、扯铃、武术等传统元素，让表演内容更丰富多元。快研会董事长王怡欣强调，这次高峰会不仅透过论坛与展览创新，提供跨界对话与学习平台，更藉由永续循环时尚走秀，呈现 ESG 的融合性与包容性，结合政策制定与实践，希望与各方携手，共同为台湾塑造更美好的永续未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您来吃美食哦。高雄有退伍军人改行卖饭团，亲手制作多样的配料，结合巧思设计，招牌加入了皮蛋与咸蛋黄，丰富的配料与独特的风味，受到不少饕客喜爱。掀开盖子，白雾一般的蒸汽立刻窜出。只见老板手脚利落的在铺平的米饭上加入各式配料，做好的饭团个个饱满扎实。虽然外形看似一般，却让许多客人一吃成主顾。原来是有老板的秘方在里面。我差不多1个礼拜会来2、3次、3次这样的。他的饭哦，就是软 Q 啦啊，比较容易消化，会比那边假巴掉，不会伤气。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吃饭团啊，因为我是退伍军人。那退伍军人想说，我是想说找个事情做，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胃也不好，对我是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就是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就是吃糯米不会胀气，对，所以我就是去找了一个就是酵素，对，然后前一晚我就会放在水里面对，就是放在水里面，然后让糯米去吸收这个酵素的水。将糯米饭团对半切开，丰富内馅清楚可见。烧排饭团结合了皮蛋特有的流心口感与咸蛋黄的浓郁香气，两种独特风味却意外和谐。我们除了有白糯米、纯白糯米之外，我们还有五谷紫米。固定的配料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基本上的配料就是有酸菜、菜脯，还有菜蔬、肉松、油条，有些像菜脯啊、酸菜啊，还有一些辣菜脯啊，这个就几乎都是我自己准备的、自己炒的。最招牌的话，我会推荐就是第一名就是咸蛋，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双蛋，就是皮蛋跟咸蛋非常有多人点的口味。看似简单的饭团，却结合了老板的巧思设计与多样亲手制作而成的配料，让更多客人可以品尝到饭团的美好滋味。记者洪俊杰、黎品荣高雄报道。同样也是美食，桃园有饭店业者创新推出了烤鸭午吃，融合在地的食材与异国风味，研发多种创意吃法，满足饕客味蕾，也为桃园餐饮市场注入了新亮点。主厨刀起刀落，将烤得金黄酥脆的鸭皮跟鲜嫩鸭肉片下，油亮诱人，香气四溢，让人食指大动。桃园一间饭店业者打破传统的烤鸭3吃的框架，推出创新的烤鸭午吃，结合桃园在地食材跟异国料理元素，从经典的片皮鸭卷饼、鸭肉米粉，到创意十足的苹果麻薯鸭卷、泰式打抛鸭松、川味干锅鸭骨、花雕酥鸭骨以及金汤鸭肉泡饭，每一道都展现主厨的巧思。最主要是鸭种哦，是所选择樱桃鸭是鸭种，我们台湾现在是引进英国一个樱桃公司的樱桃鸭来做我们现在目前烤鸭的首选哦。再来就是说，我们目前所有的台湾在养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啊，这是养得很肥，沿用在地的美食，还有是首要的是我们把桃园的特色就是说，新屋乡的玉虾米，
把它融入在我们客家美食的麻糬。这个再来就是苹果方面，我们是用复兴乡山区的一些盛产的本土的一些苹果融入在这边，那形成一个是我们在地一个特色，而且也是我们目前用水果入菜把烤鸭的菜做的最佳状况的，来的这战力不绝。其中金汤鸭肉泡饭融合了南瓜的香甜、东港樱花虾的鲜美跟微辣口感，层次丰富。虽然是南部口味的传统料理，但绝佳美味，老少咸宜。其实我们的概念是南部这本土南部有一个本土一个泡饭比较很重视的本土一个乡下口味的古早味的泡饭，我们把这个概念融入在这只烤鸭。所以用鸭肉去呈现，但是汤是经过熬，然后再经过那些程序这样传扬式的酸汤里的吃法烹调技法，把它融入我们这次的酸汤的这种泡饭这鸭肉的部分来融入做一个创意。口感的话，吃起来它是有带一点酸辣的味道，但是又不是它本身因为有鸭骨的去熬汤的汤汁，所呈现的汤汁是味美。泰式打抛鸭松以多道工序制作，搭配脆口罗美生菜，清爽而不腻。川味干锅鸭骨跟花雕酥鸭骨，则是主厨远赴对岸取经后改良。掀开砂锅的瞬间，锅气跟酒香扑鼻而来，让人迫不及待想品尝。我们目前打抛是沿用是打抛泰式的比较炒法，还有一些技法还有它的调味也是都是进口这些。那新香料的部分，我们这是用罗曼生菜，去舀一点罗曼生菜，它的一些生菜丁呢都融入在这边那吃法都一口就是浅清脆，而加上蔬菜的清脆甜让我们融入我们的一些这个鸭肉，还有一些配料的话，都有清脆爽口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浙江的，类似浙江的，我们用它去做椒盐骨这用花雕，因为本身酒的话，在酒的方面，花雕、绍兴是江浙菜比较具体有一个呈现的一个最有一个美酒。那我们这次也把它融入在这一次的改良菜系里面。饭店业者推出烤鸭舞吃，虽然名为舞吃，实际上提供的料理不止5道，特别选用肥美鲜嫩的樱桃鸭制作，无论传统或创新口味，都是饕客必试的美味。创新多变的烤鸭料理不只满足味蕾，也为桃园餐饮市场带来新气象。想大啖樱桃鸭烤鸭的民众，不妨趁机来尝鲜。是由一屯报道。再带你来看，有2家建设公司一南一北持续关心台南沿海的灾后复建，联合捐赠了200万元给台南市政府赈灾。其中清景林集团在台南建案大厅打造府城最美之花装置艺术，用人文艺术来疗愈人心。勇夺10大杰出青年，也是当代表演艺术家张怡君团队持续用舞蹈作品来感动人心。这回为这新建案中府城最美之花的装置艺术来舞赞，除了传达国际建筑大师魏延吾设计的工艺美感，也象征台南灾后重生和希望绽放的正面力量，为府城开出一朵充满生命力的建筑之花。日方一直强调说，希望他们是用这个大理石，用大理石石材，然后一个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耗时3年的时间然后整片重组之后，那这个在晚上它发亮的时候会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把这一朵花定为是府城最美之花。市长黄伟哲和立委赖慧媛亲临剪彩，除了为府城最美之花揭幕，用人文艺术来疗愈人心。清景泽集团与白天鹅建设也共同捐赠200万，来展现政府和民间企业齐心赈灾的决心。立委赖慧媛更代表灾民深深献上一鞠躬。做好了很好的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想
在这整个重建之路上面，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中央政府会更轻松。非常感谢赖慧妍委员的这个支持，也感谢青麒麟跟白天鹅的大力相助，能够让灾民感受到心中的温暖，也感受到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谢谢他们，那灾民一定能够好好的运用这笔款项迅速重建家园。这座超过6米高的装置艺术，除了在大厅永久典藏，也呼应建设集团回馈社会的品牌精神，用建筑守护家户的幸福日常。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3. 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1. 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2.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3. 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4. 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5.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6.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